난 나무랭이 사마 도마 공 첨지这系列说的差不首多。先问候大家这期的累。인디아야 도마理解 大概说남다르디 많지 쉬나那 삼차야송 么今天先 다지나니다理解 讲这个妙行自传。다지디理解 아무디 차디 어레 상승유 那么我们应该要讲的是第5个祭文。理解 아무디리아 다리제 아버디 다지랑기 sab제 那么这第5个妙行呢，它是属于我们讲到了前行里面的第5个部分。那么也就是心系无常而舍此身。祭文就是关于众生，无论高低贵贱，无一不似流水，赤手空拳而逝，故而乃至梦中也全无思虑，此身八风之机，此为我妙行之一。那么这跟之前谈到的这个五比赞里面的内容是有相关，所以讲到这个部分。那么我觉得这个呢，跟五比赞当中的这个偈言也是相关的。那么这个就是妙行自传里面这第5个颂文，还有五比赞里面刚刚这个颂文的刚刚有投影出来的内容那么依照米觉多杰他自己撰写的有一部著作叫做正式翻译叫学习自传法，这样子的一个著作当中有提到一段话。那可能大意是什么呢？这段的意思是那么就是如果把自己的身口意用在于今生的这一些目的是为了今生而做的这些事情行为上的话，那这是非常的可惜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有财富等等，它是刹那刹那都在改变的。事实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财富，它流逝的速度是比这个日月的交替还快的。所以我们对于周遭的这些朋友或者我们非常重视的各种的财产等等，总之呢，也就是我们的身体还有身体周遭的这一切，其实刹那刹那都在坏灭。
所以当米觉多杰说他知道他看到了，这些都是刹那刹那在坏灭的，所以他的内心升起了这种对于无常和这种刹那在改变的这种感觉，他的内心是非常的难以忍受的。所以呢，他与这些，所以他觉得身体的周遭的这一切啊，那么其实都是过去的这个业果而已。所以今生如果有一点时间，有一点能力的话，都应该用在为了来世的目的，意思就是为了来世能够没有痛苦而得到快乐的行为上，不然其他一切的行为，就是只是为了今生的短暂的快乐的各种的行为，他觉得都应该要停止了。所以就像米觉多杰这里面他说到的内容，那么同样就跟这个就跟我们上一次这个第4个颂文也有讲到断除无义的散乱，有没有？妙行自传当中跟那个偈文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把自己的身口意浪费在为了达成今生目的的各种作为上的话，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还让人难过了。那么这里有一句话说，以今生为目的的作为是毫无意义。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那这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举个例子来说，当我们在看祖师的传记时，那些祖师们他们是怎么想的呢？他们说，所有呢以今生为目标的作为都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说呢？我们可以去想一下，他们觉得以今生为目的的作为是没有意义的。是谁在这样想，谁在这样说呢？是指那些相信有来世的人，他们会这样去想。因此呢，他们知道比起这个长远的来世，今生呢只是一个像猫打个哈欠一样的短暂而已，今生就是这么短暂而已。所以他们认为今生只是这么的短暂。所以如果浪费时间去做那些以今生为目标的事情，那就等于是浪费了未来的快乐是这样子的行者在想的。所以他们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不行的。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呢，当我们一听到为了今生的一切作为都是没有意义的，当你一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会觉得这是那些庸碌那些无能的人就是他们才会说的话。我们心中并不真的会这么想。但其实呢，我们会这样子认为，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那样子想过，我们真的并不觉得为了今生的作为是没有意义的。举个例子来说那么就像我们口头上常常会说，这件事啊，真是荒唐啊，没意义啊，真是荒唐可笑，或者说这件事真闷，真无聊。但是到底什么事情才是荒唐的，是无聊的？我觉得这当中也是有学问的，没那么简单的，是你要了解学习的。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本来约好跟一个人9点碰面，像是约了你叫了一个水电工，印度的水电工来吧。本来约9点碰面，但是一直等到
这个9点半，半个人影都看不到。这种时候就会让人开始觉得有点闷了，有没有？但你还是让继续等吧。结果等到10点他还没出现，这时你就不仅是闷了他，而且是气了。这家伙，等等等等。如果你还在等下去，你就会觉得这太荒唐了，你就不会这么做了，不是吗？这就是我们最容易理解就是你觉得无聊、觉得闷、觉得很荒唐的一个例子。再举一个例子，你打算可能搭乘今天下午3点的火车到这个布迪嘎亚，那你到了车站却发现误点了，结果你等了4个小时，车还没来。最后呢，你听到广播说，这一班什么什么火车误点延迟到明天下午3点才开，这时候你可闷了，更闷了，更烦了。那这也是一种很烦、很闷哦，这大概我们都了解。那还有一种，再举个例子，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些例子，举例，当我们在这个法会上的时候，好了，你可能像僧人的话没有好好课诵啊，然后你们还跟旁边人在那边聊天，还在那边随手在那边可能乱涂鸦这样子。接着纠察师就走到你的身边啦，他就说：“你在干嘛呀？你给我好好课诵。”然后结果还给你一拳。那这时候你马上的确就乖一下，但心中你会想说，你并不会觉得你的行为是不对的，或者说你的行为是荒唐的。你心中还是会想，干嘛这样说我？为什么我不能玩呢？为什么我不能够跟人家聊天呢？等等的。或者还有一个情况是，你该读书的时候，在读经的时候，你没好好读书，一直在那边滑手机，老师也看到，走过来就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浪费时间啊？你的行为这样是不行的，太荒唐了，不应该这样的。还甚至把你的手机没收了。那这时候你心中也会想，我这怎么是荒唐呢？我这的行为可以啊，很开心啊，就是我在滑手机啊。所以你不会觉得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是不应该的，或者是荒唐的。所以就像是这个比喻哦，在祖师们的眼里，其实我们所有的行为，为了今生而做的各种目的的行为，都是荒唐，都是可笑的。在一般人的眼里，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他整天睡觉无所事事，你会觉得，你这个行为真是太荒唐了。同样，你会对于一些人很鲁莽行事的人，没有目的和计划这样的人，也是很荒唐的。你会说，还有，如果你看到一个小孩，他整天在那儿玩，大人就会跑过去说：“你不要这样子玩啊，这样子不要只是一直玩。”你会跟他们说，大人会这样跟他说。但是那个小孩他是听不懂的，无法理解，因为他们心中会想：这么好玩啊，为什么不能玩呢？所以有些我们会觉得是不对的行为，是没有意义的行为，是荒唐的行为。有的我们觉得是，有的觉得不是。同样，祖师看到我们的时候，会看到我们很多行为是这个荒唐的，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生活中很多这些都有这种荒唐的各种的行为等等，但不同的人眼里看起来是不一样的，用词一样。过去呢，有一段故事是噶当派的一位著名的大师叫博多瓦，
那么还有另外一位著名的善知识叫做却吉五世。那么这位却吉五世也很有学问。那总之他们两个人呢，当时都是老师，那么所以他们有许多共同的一些弟子。有一次呢，这个弟子们就对那个格西却吉五世说这些弟子说，我们呢在听那个博多瓦这位老师的课的时候，都很有领会，就是会比较有感觉，就是会比较有信心，很有感觉。但是为什么听您的课的时候呢，却生不起那种感觉呢？却没有那样的信心或感觉升起呢？这时候，这位却吉五世可惜听完说，他也当然没有马上回答嘛。学生这样对他说，没感觉。他可能一听到时候稍微这个也很严肃的想一下嘛，怎么会这样？但他心中那时候是在想，他说这不太可能吧，我比那个波多瓦我是更有学问的，或者搞不好是因为波多瓦他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口诀呢。我还是要去了解一下，看看他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有一天他就真的跑去听波多瓦的课，他就想说大概他一定讲出一些是我不知道的内容。但是呢，这堂课听完之后，结果他自己也升起，他也很有感觉，他也特别有感觉，就有一些不同的领会领受，他也开始疑惑，就是迷惑说，怎么我听了他的课，我也这么有感觉呢？这时候他就跑去问波多瓦，他就说，我在听你的课的时候，我发现呢，你也其实没有讲出什么我不知道的内容，但是呢，你却帮助我把以前搞不懂的都搞懂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波多瓦听完之后，他就说，你说的是没错的，我怎么可能说出你没听过的这些内容呢？因为的确你比我更有学问的。但是你刚刚说一句说，以前不懂的搞懂了，这是因为我说法的时候，矛头都是指向自己的。什么意思叫矛头都是指向自己呢？是因为波多瓦他在讲课的时候，他总是针对心在讲，他的目的很清楚，都是针对这个心在讲，就好像我们在射箭的时候，这个矛头或者这个箭头，它的目标是很清楚的，都是在对着这个心在讲，比如说对着学生的心在讲。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样子吧，波多瓦，所以说你可以帮助你把以前不懂的搞懂。所以总而言之，我们之前说这个很无聊啊，很荒唐啊，或者没有意义啊，这同样的词但是呢，一听到这个词的时候，祖师们觉得的荒唐的行为，跟我们觉得荒唐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祖师会认为我们的行为都是荒唐的，是因为我们的心总是想的都是为了今生的快乐而做。但如果问我们自己，觉得我在这样子为了今生而做，真的这些行为是荒唐的吗？并不是，你并不这么觉得。所以这是有一些不同的。那么一般来说，很多人我们看到真的是都为了今生的这个名闻利养，然后
可以说是以各种的心机、各种这种欺骗、各种手段，然后有的时候这个利诱威逼，用各种的方式去这个想要抢揽生意啊，或者说甚至能举债的举债，想要获利，尽量的要获利。那么总之呢，什么手段都做。那如果一个人是稍微对于那些比自己厉害的人就开始嫉妒，总是在嫉妒着。那比如说他如果有一个 iPhone 了，那个人你看到你就想不行，我也要，我要跟他一样。或者突然看到其他一个人，他怎么有一台这个那么好看的摩托车，你会想不行，我也要一个更好的。或者一个人他买了更大台的这个车，你自己就想，那我也要买这更有名像这个 BMW 的车等等。但对于好像不如自己的人，你就更加的轻视他，然后去看不起别人，瞧不起别人。总之，在这么自己短暂的一生当中，在做的就是这些事，起心动念都是这些事。还有，我们总是会想的是，就是如果自己身边的人快乐了、开心了，或者是成功了，然后你就很开心。然后你看到你不喜欢的人他痛苦了，他很惨了，然后或者他失败了，那么你也很开心。然后甚至有的时候还会用力的修这个护法然后去施多玛呀，各种方式，希望这个让你不喜欢的人他可以很惨、失败等等。然后再来对那些陌生人，你根本也不在乎，很冷漠，他们痛苦也好，快乐也好，你会觉得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不会觉得自己应该为他们做些任何事情，甚至连任何这种念头都没升起过。这就是一般人大概就是这样子。但是米觉多杰他的性格是怎么样的呢？他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那么一般人就像刚刚说，他总是想的是今生的这些，或者说总是想的是偏袒自己人，然后想会伤害到他不喜欢的人。但是米觉多杰他对于这些作为，今生的作为，他是不在乎的，他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他也觉得那些人这样的作为都是很荒唐的行为。所以，而米觉多杰这样的话，不就是他语文字上、口头上这样说，而是真的他发自内心，他对于今生的各种的行为，他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就是譬如说，记载中有提到，像米觉多杰，他知道一些人，他听到、看到很多无依无靠，然后或者很痛苦、需要帮助的时候，他的内心都会像他们一样的那样的痛苦的感受会升起，而会想要尽力去帮助别人。还有看到一些人，听到一些人，哇，他得到了快乐，或者说他恢复了健康等等，他是真的很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开心。尤其呢，如果当他听到说寺院里面什么僧众在吵架了，或者说哪个寺院之间不和了，那么他会有一种很难过，就好像是世俗人的那种难过。世俗人是什么我这个生意失败的那种难过，或者说这个官司失败的难过是一样的。但是呢，如果听到的、知道的是
寺院之间非常的和睦，然后这个讲说的、修持的这一些都非常的好的话，他都会非常的欢喜，然后也随喜，而且也会跟别人说他们都很好。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米支多杰是他对于那些心地很善良的、喜欢修行的人，他是很喜欢的。然后他很讨厌，他不喜欢的是那一些心机很重，总是在想着世俗的这些为了今生的作为的这些人。那么同时，有的时候，像很多人放假就会去玩啊，像现在就去各种的做各种的娱乐啊，或者像踢球，以前是没有什么这种足球啊什么，但是总之放假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这样去玩，但是他不喜欢这些娱乐活动，他喜欢什么？他只要有空，他就是喜欢去阅读过去祖师们的传记，还有念诵祖师的祈请文等等，这是他最喜欢的事情。像我们休息的时候就会这个听音乐啊、追剧啊什么的，但是呢，他不是，他是去追祖师的传记，他是去唱这个祖师的道歌，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性格的人，所以他周围的人呢，就是他身边的侍者呀，还有很多这些身为噶举派的弟子追随者。那么，那这些人有的时候他们会跟法王会说，噶玛巴过去呢可是国师呀，这个中国皇帝的帝师啊。还有呢，现在这个丽江啊地区啊、汉地啊，还有各个地方，可以说把噶玛巴视为是地位最高的上师，而且呢，所有的这个乌藏康各地呢，甚至包括贡波地区，所有的这些施主的供养都供养给我们，然后能建寺院的建寺院，能这个能建的就赶快建啊，不然如果现在不做，以后就不行了。很多人都会这样跟他讲，但也有很多人呢，还在那边。那么还有些人在那边想，他说：“法王刚米支多杰，你说要舍弃是今生，但是呢，今生如果没有一些世间的这种力量的话，别人会看不起我们的。你总是像个修行人一样，不在乎世间的这些世俗的事情的话，别人呢不会瞧得起我们的，不会看重我们的。”有些人这样跟法王说，所以如果你不去管一下这些世间的事情呢，那么你干嘛还要投生再来？还有人会这样子跟米支多杰说。总之呢，当听到这些弟子们这样跟米支多杰说，米支多杰就说啊卡卡哎呀这样子，这些人的想法真是糟糕啊！我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位上师，一位宗教领袖？不是因为我们今生很会摆架子，或者说很会装样子、虚伪的样子，而有这样的地位，不是，而是因为菩提心的力量，所以才可能成为这个比如说帝师，或者说众人的上师，所以不是世俗的那些作为。所以成为了帝师之后，如果
还装着像是乞丐一样的话，可能别人还会想你这是世间八法。所以呢，过去的历代祖师，他自然而然的就会有这种庄严的、比较有排场的、庄严有气势的嘎谦大音，有这样子一样，这是自然出来的，不是装出来的。但是呢，现在呢不是这样的情况了，现在是人心都变了。然后这个很嫉妒的、很糟糕的一个时候，争吵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反而是要朴实，不要太浮夸，要不张扬，这时候要低调，然后不要太去说这是我的，这是你的寺院，不要偏袒，而要公正，一视同仁。然后这样子的，我们到各个地方去利益众生的话，这样子才是对佛教的弘扬。所以你看，这里就提到噶玛噶谦大营哦，他不会总是在一个地方，他是这样子到处的迁移着的。所以就像这米觉多就说，为什么要搬？是因为如果一直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的话，那么当然就会聚众啊，然后大家也会供养啊，然后整个地区那里的人也会升起信心之后，那米觉多觉反而认为这样不好，因为慢慢的就会有各种的这些贪心嗔心，有很多烦恼纷争会出来，所以他不会一个地方待太久，他会搬。而且就像这里说，这样子换地方的噶谦大营不停的搬移，就是利益众生，也是对佛教而有弘扬的。所以呢，总之他就说呢，我虽然自己没有办法很好的实修佛法，但是呢，我绝不会依靠世俗的力量，然后去欺骗别人的。所以他就对弟子说，所以本来其实米觉多杰心中啊，他是想说放下这一切，连离开噶谦大营，他就是到这个闭关中心，到山林里去实修去闭关的。他不只是这样想，他也说了好多次。但是呢，弟子们都跟他说，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那这个对于佛行事业是很不好的。所以在他们的这个可以说逼迫之下哦，他也没办法到山上去实修。所以呢，他本来就不是想要一直在噶谦大营当中当个这样子的大上师，坐在那里，没有的。还有呢，在贡波泽拉康这个地方有一个噶玛巴的寺院，这个地方很重要，是因为那里面有黑宝藏，就是有噶玛巴的黑宝藏。那这之后我们会再介绍。总之呢，在这里面收藏了什么呢？就是杜松前巴的所有的物品，还有历代噶玛巴的这些受到了这些皇帝们，元朝也好，明朝的皇帝供养的东西，全都收藏在那里。所以有一次呢，这个米觉多觉到了那里，打开了这个宝藏，他就看到说，哇，好多这些珍宝啊，是不管是佛像啊、圣物啊、衣服啊、珍宝啊，很多是根本西藏没有的这些珍贵的物品。他看到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啊，财宝够了，我们说要财宝，这样也就该有都有了。那么里面有好多，比如说都是那种绸缎的衣服。”可能现在我们都看不到的那么这么漂亮的衣服。米觉多觉就说，过去呢这些施主、皇帝对于这些历代噶玛巴的供养，像是就像当时像忽必烈对于这个八思巴尊者，还有如佛一般的过去的噶玛巴来到人世间，那么像转轮圣王呢，也对他做了这些广大的供养。
当时是那个情况，但现在西藏情况是什么？连这个皇室也没了，然后这个僧俗呢，都好像着了魔一样，在做的呢都是消福的事情啊，都没有在积福，都在消福的事情，造恶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不需要再穿这么漂亮的衣服，应该供养给三宝，然后先收起来吧。所以他将过去历代噶玛巴那时候用的这些珍贵的、漂亮的绸缎的衣服都收起来。所以他最后呢，他只好像拿了里面的几个东西，一个是元朝皇帝送的一个祖衣哦，还有再来是一种木头竹子做的一个拐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总之，他只从里面拿了3个东西，是他平常来用。还有一次米支多杰到公布的时候，当时公布都算是在噶玛巴的这个辖地，所以第7世噶玛巴的时候就建立了一个善法，一个法令，它就像是一个十善的这样的一个法令，就对于民众的这样一个十善的法令。那么所以当时呢，很多的这个民众，公布地区民众就说，希望您像第7世法王那样子建立这样子的法规。那米支多就说，过去7世法王的时候，他是这么样的一位大师，而他的弟子呢，也是这样子的，可以说很有功德的，是很好的时节时候。但现在我们可不是那样了。我们所有的人心也都变坏了，都不好了。那么我自己也没有能够成就大事的能力。那么所以很多真的想要修行的人，结果他们也都糟蹋了。所以我没办法做到这样子的在管理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我做不到。还有他有一次到了纳曲这个地方的，那时候的纳曲地方呢，都有一个蒙古的一个叫霍的一个人在管理，叫塔巴崩在管理。他就跟米支多杰说，在党雄那个地方呢，当雄那个地方还有很大的一片地。那么如果在那边能够建一个很大的寺院的话，那么对于霍这个地方，那么还有北方的所有的这些牧民都可以让他们出家，可以，那这样子我们可以建立很大的僧团，可以有这个10000人的僧团。之后米支多杰啊，您的那个噶巴大营啊，以后就可以是就放在这个地方就好了。米支多杰就说这可不行，他不要这样做。还有像昨天也有提到丽江土司，他的希望是米支多杰继续的留在丽江，然后不仅是弘扬佛法，而且在这个政治上也能够参与。但是呢，米支多杰没有答应。所以米支多杰有一次也跟别人说，如果我只是想要成立一个佛学院，那么在米亚饶冈这个地方有5000个僧众，如果把他们都变成是噶玛巴的僧人，我是可以的，可以把他们转为噶玛巴的僧团，但是我不想这样做，我觉得这样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总之你看米支多杰他没有很喜欢去要搞的这种很大建大寺院或搞大僧团，没有。还有噶千大营，像第7世法王的时候，那个噶千大营是非常盛大的，非常庄严的。之后呢，记载说巴沃族拉称瓦在他29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米支多杰的时候，当时呢，那个时候噶千大营里面的拉帐，就是大营就是拉帐，就是有点像这种有30多个这样的大营行政单位，这样30多个。但是后来米支多杰把它收归了，就把它简洁了，缩编为3个单位。
那一个呢就是总管的大营，第二个呢就是饮食的这种大营，就是很多的这些厨师啊，很多人的这个大营，还有第三个叫做缺间囊缩的这样一个大营。那么噶千大营是主要的嘛，主营嘛，这里就收归成为三个。不要说噶千大营多大了，就连这个以前的话，扎查仁波切他的大营呢也很大，但是后来呢，米觉多杰也跟扎查仁波切说不行，你要缩编。后来呢，最后他也只剩下了5、6个这样子的可以跟随他的人，就完全收编这样子缩编。还有米觉多杰也受到像朵妹很多这些地方的人，这种广大的大施主邀请，但他都没有去。他说呢，他说还不如去微藏地方，因为那边的人信心比较少，供养也比较少，甚至在那个地方呢，连这个水啊，连这个木头啊、草都很稀疏，因为在乌藏那个地方呢，是有点像是这个沙漠一般，所以还不如去卫藏那个地方。但至少我不会去这个信施南消这样子，然后也不会有人叫我到这到那去，所以后来他就住在是威藏。不然你看，像康区那边对他有信心又多，施主又多，但他反而没有住在那样的地方，他却选择了相反的另外的威藏的这个地方。像是公波这个小地方，他也不住在整个都是属于公布的，反而去到了一个没什么人相信他的，没什么供养他，然后那样的一个地方，他反而到了威藏那里去住。后来呢，很多他的侍者受不了，怎么住在这个地方？哎呦，这个什么都没有，连这个吃的都吃得不好，所以好像有一些这些侍者就想说要离开了，就想回到康区去。米觉对主也说没问题啊，就甚至还送给他们很多东西哦，就把他们就让他们回到康区去。所以米觉多杰的时候，很多人供养他，但他好像也没有特别去管理。所以后来呢，噶千里面呢，好像就是连吃的喝的都好像都没了。有的人就在那抱怨，他说那么多人供养，但是就是不会管理。你看最后我们现在这个吃的喝的都没了。有的人就在这样子在那边抱怨。那时候米觉多杰怎么说呢？他说，很多时候的确，我说不贪着此生啊，这我是这样是对的。但事实上呢，今生的财富其实都是过去的业嘛。所以如果过去没有造作那样的业，今生你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得到任何东西的，财富是得不到的。但是如果我们为了未来呢好好去修持的话，那个是未来是一定会得到的。所以总而言之呢，他说自己身口意哦，绝对不会为了今生的目的哦而去做任何事情。所以你看，这就是他的一个想法，这是他的一个性格。很多时候我们会说这个米觉多杰好像这个没什么能力哦，看起来。你看他在的时候，怎么第70房的时候那么噶千大营那么厉害，怎么到了他的时候都收编了，然后缩编了，然后还变成这个样子。然后第70房的时候变得那么盛大，第80房的时候，然后好像也没有特别好的管理，然后他就自己说这个对于为了今生的作为，他觉得没有意义的，他都放弃了。
从这个方面来看，会觉得米觉多杰好像是个没什么能力的人。但是从佛法修行的角度来说，这个是他做的都是对的，是应该是要这样子的。所以不管怎么样，米觉多杰他是很有原则。他说，不管你们要怎么样对我、想我，我都是还是要这样子去做。那么接下来可能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讲第6个妙行赞，第6个妙行。那么接下来我想讲一下妙行自传的第6个颂文。那么在讲这个之前，我们16世法王在隆德寺的堪布，那后来我到了印度之后，那么我对于这个经典有一些认识，尤其弥勒日巴道歌，那么为我传授了很多弥勒日巴道歌的这位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位上师，也就是尊贵的天仁波切、堪布竹钦扎措仁波切。那么今年是80多岁哦，那我不太记得。那么也是他的生日。总之，所以借这个机会，那么要祈求尊贵的仁波切能够长寿住世，还有他为了众生教法的心意都能够任运圆满，还有所有仁波切的弟子们都能够圆满上师的心意。那么，所以我们3门的行为行持都能够符合佛法。那这是我的一个祈愿。哎呀，大家想不想眼的多子嘛都需要没，马不下需要没。接下来这一段我只讲一些，不会说太多，也就是要讲第6个颂文。那它算是在前行法当中的最后一个，第6个，也就是皈依三宝的部分，也就是皈依无谬三宝之法。我在做自己的第一步程就是这个救护我者不外三宝，从未深信其他归处，一切祸福三宝遍知，分毫未曾期许他处，此为我妙行之一。同样在米觉多杰的学习自传法当中提到，
那么有些人说，如果我们不去做那些为了今生的事情的话，那么今生会不会变得很贫困，会变得没有什么能力，甚至身心呢都会很辛苦。有些人会这样子以为，但是米觉多杰却说他说不会的，我们放弃做那些为了今生的事情，而去做未来的为了来世的事情的话，别说是今生会痛苦了，今生甚至会得到幸福感的。为什么呢？米觉多杰说，因为我们自己的幸福主要是来自于帮助别人。如果我们为了得到自己的快乐而造恶的话，那你自己越幸福，你反而越是在伤害别人，而让别人造成别人更多的痛苦。最终呢，这样的恶业还是回到自己身上。所以最后你在今生现世里呢，自己不会再感到幸福，而都是痛苦。只是呢，我们现在感觉不到，不能了解，因为被无明这些所遮蔽，所以我们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循环。但是三宝的加持的恩德，因为它三宝让我们知道了这样子因果的道理，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因缘。所以如果是一个有福报的人，就会相信这样的因果，认识到这样子的因缘缘起。没有福报的人，他是不会相信这样子的因果的。如果是知道这个，认识到了这个因缘因果相信的人，他就会很自然的会放弃今生的各种这种恶行。那么这样子做的话，不只是这样子的话，今生就会得到这种幸福跟快乐。所以今生和来世的，可以说这个幸福的根源是什么呢？就会知道这是因为三宝的加持而得到的。所以知道三宝是唯一的，是无谬的、真实的皈依处，再没有其他的这个皈依处了。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这样子的信心。当有了这样的坚定信心之后，你就不会再想要去找其他的皈依处。还有，当你有这种了解后面的道理原因的这种信心升起之后，那么无论你遭遇到各种的灾难，火灾啊，或者病痛等等，你也都会依循佛法经典所说的方式去处理，去面对这些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你不会这时候你会丢掉三宝而去找其他的方式，而不会的。所以相信三宝是很重要的，相信了三宝才会是一个真的修行者。那么至少你会成为一个不伤害他人的一个行者，就算没有积极利他，但至少你没有伤害别人。所以如果你不伤害别人的话，甚至还能够利益他人的话，别人呢也不会伤害你，只会帮助你。所以自他相互之间会变得都是善的一个循环，是互相帮助的，不再互相伤害的。所以
这就是我们说三宝佛陀，它就是这些喜乐的泉源，道理就在这里，能够帮助我们得到幸福的关键也在这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自己是出家人，身上甚至穿着这个几千件的这个衣服僧服，但是如果内心没有断除伤害他人的心的话，那么没有人会相信他。所以能不能怎么样才算是一个真的修行者，在于他有没有真的相信因果，还有相信三宝。米觉多杰他自己，他直接就说，他说我虽然没有办法真的做到这样，但是我内心里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未来你们弟子们如果也因为有时候业障烦恼太重而没有办法做到，但是心中至少要有这样的认识，要有这样的概念。那么我想今天大概就是这样子吧，讲到这里。那么明天跟后天应该都是放假，那么有2天的休息。之后呢，再上课。就像之前有说过，噶玛噶谦，就是噶谦大营的部分，会在下次上课的时候再跟各位说。那么这2天我会再多看一些经典，找一些资料，然后再跟各位说。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